對上我教個課程咧，啲學生問咗我幾次同一條問題，可能因為佢哋喺唔同嘅地方嘅媒體睇到一啲唔知點嚟嘅資訊咧，成日都係話某啲油健康啲，食咗咧會瘦啲嘅，其實係完全冇關係。OK， 其實所有我哋食得落去嘅主食油或者動物、植物入面嘅油分，熱量一樣都係1克9個卡路里，我唔理你係最健康油或者最唔健康油都係咁樣。OK， 所以對於我哋體重控制係冇分別嘅，所以控制個總量。咁但係當然個油點為之健康唔健康咧，係講緊佢入面2大個因素，一個係佢飽和脂肪或者反式脂肪比例。簡單少少嚟講，呢啲唔健康嘅脂肪越低越好。多數喺室溫裏面係液體嘅就安全啲㗎啦。另一個就係奧米加3同奧米加6嘅比例。咁奧米加3咧，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有個消炎作用。咁所以盡量揀啲高奧米加3少少嘅油分，低啲奧米加6咁樣去選擇。咁其實咧先至係嗰個正確嘅做法。但係記住，對個熱量完全冇分別嘅。